第一品，大菩提心利益品。好，是下面人生既难得，既得能办人生利。倘若今生利未办，后世怎得此圆满？对，那就现在第一品菩提心品，然后这里呢就是由明菩提心所依然后思维下生难得下面人生的难得，这个方面来说到，那前面这个我们已经是以前那个我们讲那个古先上师言教的时候也是讲过很多办法下面人生方面。那么这个今天有我们这边可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在解释的话，那这个方面是很重要，而且是要解释很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方面是不要做太多的解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呢，主要就是不是讲入菩萨行论，就是主要是讲入菩萨行论里面的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品嘛。但是前面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就是下面难得的方面。下面难得的方面，我们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比较啊、对比啊，各个方面前面都已经讲过嘛。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下面难得我们就现在已经得到了下面人生。那么下面人生我们已经得到了，那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这里面呢，自然而然要知道无常。我们讲到下面人生的时候，我们得到下面人生的，那从地狱、恶鬼、畜生天道、阿修罗道、人间，就是整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在下三道的众生是更多的。原因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非常非常的擅长造业。那么我们在任何一个众生的主要的在活着的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造业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结果都是下三道的众生才是最多的。因为因果是不虚的，因果是事实的一个情况。你修善会有善的结果和善的功德，造业会有因果的这个果报，这个业力因果的果报，这呢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都是，这完完全全都是真实的。那么这里没有任何虚假的。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下面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我们今天下面人生是怎么样子的情况下下面人生难得？那么下面人生呢18个这个圆满的这些过程，那我们就今天不做太多的解释。然后今天我们直接呢就是在那个接着念第5，由于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即明亮，如是因佛归得利，世人赞慕修福益。好，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这一世当中，也可以说是这一次我们又获得了一次的这个下面人生，这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一个没有月亮的一个光的一个黑暗当中，尤其是那种天气很不好的，就是下雨一般的一种天气里面，我们出去看一下，如果是没有灯光、没有月亮的地方，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比如说一个夜晚，没有灯光，没有月亮，而且呢就是阴天下雨的一个这样的夜晚，你一个人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旷的一个空地当中，那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那什么都看不到嘛，对不对？前面伸手过去，前面有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然后任何方向都看不到，对不对？这是什么呢？这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我们现在所在的所谓的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两个可以作为形容呢？
因为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根本就是看不去，就像那个夜晚当中就看不去前面一样，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未来，根本就看不到下一世，或者是在以后的生生世世，而且也看不到前面我们是怎么来的。在无量无数的实践里面，所谓的实践是什么？我们在每一个众生的一种实践，所谓的实践的一种概念，也可以这样讲。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说长短一样，或者是概念一样，就是状态一样，都没有办法的，都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比如说地狱中的一个众生的生命它会多长，那么地狱的一天的时间跟我们人类的24个小时是一样吗？那从这些来说到就根本不一样。所以所谓的实践也是只有一个众生的一个短暂的一种概念。那我们人类就是有人类的一个短暂的概念嘛，所以就是相当就是一年是12个月365天，那么一天呢就是在完整的一轮，就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嘛，对不对？对。这两个就是整个就是24个小时的一种概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是用多少的几分钟几秒钟这样算的话，那我们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的这个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现在的一个人能活到100多岁的一个人，他按照他的生命我们算下来他的一生当中会有多少天，这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但是整个的这个时间轮回来说呢，这也不是什么数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一个时间也不是什么数量，但实际上时间是没有说很短很长也这样。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轮回到现在，那就是已经是无量无数的时间里面，我们不断的一直在轮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有下过很多次无数次的地狱，也变成过无量无数次的那个天人，那么同样的就是人也一样。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一个一直在黑暗当中的一个人那么就虽然你就是有眼睛双眼都是好好的，但是在黑暗当中呢，夜晚没有任何的这种灯光，也没有月亮的情况下，那什么都看不到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刹那的一个过程当中会闪电的一个刹那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大的片区域当中都是看得到嘛，对不对？对。这等下有蛮说了有蛮说，刹那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就是很大的一片都是看得到嘛，对不对？对。就像这样，我们在轮回的过海当中，一直就在一个黑暗的当中。虽然我们自己有双眼，但是轮回的黑暗呢，把我们的双眼直掉一样的但是这个中间也是会有一种刹那会明亮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众生虽然是因无明愚痴已经堕入在六道轮回的这个黑暗之中，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本身有这个眼睛，所以呢就是闪电的时候就我们看得到嘛，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本身就是有智慧本性是跟普贤王如来跟我们一样的本性，跟一切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本性。因为有这样的本性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一切诸佛普贤王如来以及一切诸佛的慈悲跟智慧的量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摄持，让我们众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刹那就闪电一样我们看得到的，就相当于有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或者是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会起一点的善心。今天看到一个人在痛苦，或者是一个众生在痛苦，
我们就是自然而然起一个慈悲心啊。那么这种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诸佛菩萨的加持，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这个时间中的所有的人可以能够修持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Om Bodhi Siddha Mahasuka Janata Tu A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 Bodhi Siddha Mahasuka Janata Tu A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